因為多人都睇緊呢一個直播嘅可能。5分鐘嘅問題就係講利益衝突嘅啫，因為咧即係我寫咗信咧就冇收過回信，咁啊頭先佢先俾個回信俾我，係1月7號寫嘅回嘅。咁我跟住咧就我排咗隊咧等第2輪啊，我未有機會問第2輪，我第2輪咧又要問關於重建嗰個問題。咁啊，仲有咧，主席，因為我而家未問第2輪，我冇可能舉手問第3輪㗎。咁但我仲有問題關於交通嘅，所以我想講清楚我嘅立場。我相信即係其他我都可以代表公民黨嗰個立場，就係我哋每個人都有我哋自己職責問我哋嘅問題。阿梁家傑佢要問關於嗰個專業聯盟嗰度嗰啲問題。阿陳淑莊問緊佢嗰個睇睇圖書館，佢就攆晒成份嗰啲交通報告喺度等問。我疑問嗰啲1地2檢，阿湯家驊又問關於另外佢好關注嘅嗰個程度啊、個速度嗰啲問題。咁所以主席，我覺得我都未有第2輪問曬中，唔好意思，佢得啦，話我哋聽到你啦，我哋問咧。我議員。即係或者大家都記得啦，即係琴日咧決定係話唔好俾專業聯盟嚟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有啲同事話你自己喺個會嗰度去提出啦，喺財委會度提出啦。點解而家人哋提出，你又唔俾人哋提出咧？主席，我主要想講咧，我真係唔贊成咧，將個縮到3分鐘，因為咧其實咧，我哋如果係講嘢拉長嚟講啊，或者重複咧，主席都會運用一般嘅權力叫議員快啲問㗎啦。但係咧，如果你3分鐘嘅時候咧，變咗我哋急口令咁樣講咗，咁然後局長咧又敷衍2句，事實上咧冇講到嘅，或者佢都需要長啲時間講，結果我哋咪又要排隊咯，咪第3輪之後要第4輪咯。我正話問咗1次，根本我而家咧要問第2輪咧，就因為你第1輪嗰度根本冇充分嘅時間去問同埋答，所以主席我第啲我唔講啦，我只係想講咧，即係去再壓縮去3分鐘啦，我哋嘥時間嘅。因為只會有第4、第5輪嘅啫。謝偉俊議員，希望咧，當然我哋大家盡量發揮意見咧，問嘢係啱嘅。不過咧，就希望啲議員咧，大家同事咧，就真係講盡責就真係盡責，就唔好問一問走出去，跟住又唔聽，跟住重複又再問翻嗰啲嘢，或者根本完全都唔理你之前嗰啲發生咩事幹咧，就重複又嚟嘅。主席，我希望你咧就真係公道少少，因為咧有啲問題的而且確大家睇翻啲質量啦，都知道係啲咩嘅問題。我哋院社民連咁，我話到明拉布就拉布，而家點解好似湯家驊佢哋咁話你真係拉布又唔認拉布？我真係好唔明呢啲咁嘅做法。湯家驊問問你咧，問咗1地2檢，因為最好多問題未解決嘅問題嚟嘅，暫時你要問我1000幾1萬都可以問，可能都唔使幾10年之後我哋可以坐一坐。我唔覺得大家要盡責，唔好話表面盡責，講埋你哋喺度拉布同埋講埋道德高地，我自己係盡責，根本就唔係盡責。有邊個聽過咧？有同事問過咧，就大角咀嗰個地，如果係收回地層嘅時候，大約政府嘅估計要係賠大約幾多錢？咁我記得咧，就先啱答過咧就。估係隊伍咧，又再一次嚟到咧一個話有錢鬆啲1億9千萬，9千萬。佢哋好唔好啊？但係我想問咧，嗰度係當中係牽涉到幾多座嘅建築物？同埋你有冇考慮到，因為有嗰度大角咀嗰度有幾座咧，佢當時係冇打樁嘅。OK， 咁究竟啊嗰度嗰個評估係有幾多個地段咧？同埋甚至係可唔可以講係邊幾個地段咧？咁嗱，如果有呢個答案嘅，請譚耀宗議員、葉光議員可以即刻講出嚟啦。副秘書長，你知唔知啊？你邊個答啊？邊位答？係咪副秘書長？係。唔該，你哋個帶住晒個咪啦，咁我哋就可以快啲講啦。主席，嗰個頭先我所講咧，係一個好粗略、一個好初步一個估計。實際上係嗰個金額要視乎個申索係咪得值，同埋得值個理由，同埋嗰個即係個別嘅情況。咁嗰個裏邊要收回地層咧，就大概有呢個14到15層嘅大廈。咁呢個咧係計算咗在內嘅。主席有幾多個地段到啊？係副秘書長。
我聽唔到我議員咁樣。有幾多個地段啊？你可以帶翻個聽筒啦，副秘書長。你各位官員，請大家帶咗個聽筒，帶翻個咪，因為我哋立法會幫手拉布啊！佢淆底咋？小姐，多謝主席。或者我講一講咧，其實咧嗰1億9千萬咧就唔係淨係大角咀區嘅，係成條XRL 嘅地層嘅走線，成條走線包括埋新界同埋市區嘅地層嘅。咁有幾多座樓啊？有咩地段？包括咗400幾個地段，市區同新界啦，同埋46座私人大廈。46座私人大廈，係即係大廈啦嚇，多層嘅大廈。呢啲資料以前未俾過立法會啊。主要係用嗰個9千萬嗰度去計算嘅，咁同埋咧亦都係好似同事講啦，係一個比較粗略嘅計算，因為係講緊可能將來佢真係去到佢重建嘅時候，可能會有遇到嗰個重建。佢嗰個潛質冇完全係去反映到嗰陣時先至係講緊呢一樣嘢，而我哋呢個做法同我哋以前譬如先前個西江東線啊，或者以前我哋做地鐵項目嘅時候咧，嗰個估算同埋我哋而家，因為我哋唔係我哋會申請過呢個賠償，呢個只係一個預計係一個預測嚟嘅啫，亦都冇一個年期嘅，咁所以變咗一個係一個比較粗略嘅現階段嘅評估嚟嘅啫。涂議員，其實我梗係知啦，因為由83年到依家都有幾單成功嘅啫。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嗱，唔好意思，我係西九龍議員啦嚇，我特別關心咧大角咀嘅啫，係因為佢啲街坊咧特別咧嗰度嗰啲地嗰啲樓又有啲冇打樁，有啲人又嗰個零舍個年紀大啲嚇，OK 嗰啲樓，我想問咧，你可唔可以講俾我聽嗰啲 breakdown of 每一個即係嗰啲分類，就係嗰1億9千萬個估計。嗰46個私人樓宇，400個地段，可唔可以大角咀係幾多 ？OK， 仲有其他嘅，我唔知係咪華景山莊，你當咪係啦嚇。OK， 或者其他地方係幾多，或者新界嘅一啲地。OK， 你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我哋嗱，譬如你喺西環嗰個西港島線咧，你係講到咧3.789億。嗱，你話粗略估算咧？